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哈利路亚！让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每个呼吸都要宣告一声敬拜你，高举双手敬拜耶稣，天天都开心。要以感谢进入你们，放下忧虑，要以赞美进入殿中，我们属于你。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祝你真是好，都要呼取你生命。High, high, high to the sky。谢谢你好爱我，敬拜你到永远。I wanna shout, shout, shout to the Lord， 让世界知道。谢谢你好爱我，敬拜你到永远。起来拍手。每个呼吸都要宣告一声敬拜你，高举双手敬拜耶稣，天天都开心。要以感谢进入你们，放下忧虑，要以赞美进入殿中，我们属于你。You are good， 让我们一起来宣告。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祝你真是好，祝我要高举你生命。High, high, high to the sky。谢谢你好爱我，敬拜你直到永远。I wanna shout, shout, shout to the Lord， 让全世界知道。谢谢你好爱我，敬拜你到永远。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祝你真是好，祝我要高举你生命。High, high, high to the sky。谢谢你好爱我，敬拜你到永远。I wanna shout, shout, shout to the Lord， 让全世界知道。谢谢你好爱我，敬拜你到永远。举高你的双手，高，祝我要高举你生命。High, high, high to the sky。谢谢你好爱我，敬拜你到永远。I wanna shout, shout, shout to the Lord， 让全世界知道。谢谢你好爱我，敬拜你到永远，敬拜你到永远，敬拜你到永远。哈利路亚！让我们把掌声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他赐下独生爱子，就显明了这份无可比拟的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主的样式，在生命中活出爱。宣告你还是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耶稣的爱激励我，
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是的，主，谢谢你爱我们，创造我们，使我们有满满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陪着我们经历高山，经历低谷，求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主啊，因为我们要更多的为你而活，更多的来经历你，更多的来学习我们要如何来爱人。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神灵帮助我，能经历你更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个头发，天赋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上灵帮助我，能经历你更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个头发，天赋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个头发，天赋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个头发，天赋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主啊，你的爱我们没有办法在别处找到。深深认识我，我每一个头发，天赋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天父上帝，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不论我们做了什么，主啊，你都不离不弃的陪伴我们。
主，谢谢你无时无刻的保守我们。今天晚上，主，你的话语要来到我们当中，来触摸我们每个人的心。主啊，你要让圣灵永留在这个地方。哈利路亚，主啊，因为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慕主你的话语。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请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来到迦南教会是让我非常兴奋，特别是这样的场地，真的是跟传统的教会有点不一样。然后多一点自由，然后多一点现代感，然后多一点新鲜，多一点刺激。哈利路亚，感谢主，我是淡江中学校牧室的传道师，校牧室的传道师。那等一下再跟大家来介绍淡江中学。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主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主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那我们一起先来读圣经。今天圣经记载在诗篇36篇第5节到第12节。诗篇36篇第5节到12节，跟我一起念可以吗？来，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下一节，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人民深处，你都好，上面上一节，对，你都救护。好，第7节。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第8节，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第10节，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11节，不容骄傲人的脚践踏我，不容凶恶人的手赶逐我。12节，在那里作孽的人已经扑倒，他们被推倒，不能再起来。弟兄姐妹，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为什么可以快乐？因为旧事已经过了，都变成新的。因为我们期待新的一年有新的事要发生，阿们。而且你有新的计划要执行，所以充满着一种期待，充满一种盼望。但是新年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都不知道。新的一年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要宣告，今年新的一年会是你有生以来最好的一年。你再注意听一次，今年会是你有生以来最好的一年。我从信主开始，我每年都这样对我自己宣告。所以我真的是经历上帝真的是非常奇妙的帮助，非常奇妙的供应跟带领。所以我现在很喜乐的服侍神，非常喜乐的服侍神，是因为我相信上帝会让我的人生每一年都更加的突破，更加的成长。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期待，也祝福我们的迦南教会的青少年这样看待，这样定义你的今年，新的一年会是你人生中最好的一年。阿们，阿们。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3条新闻。第一个新闻，好，帮忙一下，谢谢。SpaceX 完成史上首次民间的太空漫步。哇，这个什么新闻呢？我们请来看一下，帮我点一下连结，谢谢。第二个，对，
船在台湾时间10号升空，把4位平民太空人送上太空，展开了为期5天的任务。今天太空船飞到距离地表730公里的地方，让2名太空人完成首趟民间太空漫步，写下太空探索的新篇章。同时呢，要测试 SpaceX 的新款太空衣能否抵抗辐射，替未来火星探索继续铺路。Commander Jared Isaacman now emerging from SpaceX 北极星黎明任务完成首趟民间太空漫步，2位平民太空人亿万富豪艾萨克曼和 SpaceX 工程师吉利斯先后从太空舱探出半个身子。从第一人称视角来看，地球就在后方，控制中心爆出如雷掌声和欢呼。These are civilian astronauts, but this crew has been training for 2.5 years. SpaceX 飞龙号太空船台湾时间10号升空，把4名太空人送上距离地表730公里的太空中，其中2人在12号完成首趟民间太空漫步，得面对舱外正负120度的极端高温和低温，以及太空船时速2.8万公里的绕行速度。太空人冒险不是为了观光，而是有重要任务在身。That was to test what happens when you get into what are called the Van Allen belts, which are supercharged particles that are highly radioactive. And if you're going to go to Mars, you have to protect your crew against the exposure to radiation. So this crew, they became guinea pigs. 任务之一要测试 SpaceX 新款太空衣能否抵抗辐射，可见太空人还特别伸手缩手感受太空衣效果，要替未来的火星探索铺路。刘浩编译。好，第二个，下一个哦，对，第二个新闻是这个18岁的雪巴人，雪巴人是尼泊尔那边帮助很多人要爬这个圣母峰，Everest 的这些协助登山的人员哈。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新闻。过去2天，全球登山界传出2项重大新纪录。尼泊尔18岁雪巴人仁吉在9号成功登上西藏海拔8027公尺的西夏邦马峰，成为征服全球14座8000尺以上高峰的最年轻登山家。另外，挑战14座高峰的人数也创新高。过去38年来，只有约50人完成这项创举，但是光是在这个月就有20人竞逐这项纪录。除了个人胆识，高科技的协助也是原因。今年18岁的尼泊尔雪巴人仁吉9号西夏邦马峰成功攻顶的那一刻，也创下纪录。他是征服全球14座8000公尺以上高峰最年轻的登山家，改写了另一名雪巴人加布大卫于2019年30岁达成的创举。仁吉声明，这次登顶不只是自己个人旅程的巅峰，也是向每一位敢于超越传统界限的雪巴人致敬。登山不只是劳力的付出，更是雪巴人力量、韧性与热情的证明。出发前，他也因只差1座就写纪录而受到国际瞩目。This is a very big kind of advantage for the Sherpa community and even for me and for everyone, like because before this you cannot imagine a teenager doing a 14 peaks, 能征服全球14座8000公尺以上高峰并不容易，目前有约50人成功，他们要能够穿越空气中不足以长期维持人类生命的死亡区域。意大利登山家梅斯纳1986年完成壮举，当时花了16年，如今光这个月就有20人已经完成13座，就快要挑战成功。目前他们聚集在西藏，准备圆梦。We're finishing Indo, so I want to finish it. If you can climb it in a fast way, why not to try it? It's another challenge. 这些登山家有些是受到高收视纪录片的刺激，有的则是因为高科技的协助更有胆识了。登山技术、天气预报以及后勤支援的进步，都让昔日难以达成的目标变得更容易实现。公视新闻黄韵玲编译。好，谢谢。这2则新闻哈，其实都在去年的9月跟10月发生而已，所以不是很久的事情哦。你看到除了这个太空的挑战之外，还有这个8000米的高山。我们来看第3则新闻。第3则新闻是是深海。我们来看一下深海，马里亚纳海沟。谢谢。第2个，右边那个，对。欢迎回来，我们台湾的海洋研究学者叫林颖聪，他搭乘小型的深海潜艇，潜到了这个马里亚纳海沟最深的地方，挑战者深渊。他的成功不仅是史上第12个人，
也是全亚洲第一人。You're now at the bottom of the ocean. Congratulations. You're at the bottom of the Challenger Deep. 真的潜进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的挑战者深渊，让来自台湾的林颖聪好感动，因为他不仅是史上第12位到访最深海床的人，更是亚裔第一。I'm so fortunate, and to be the first Taiwanese going down there, and just make my home country, my root proud. 林颖聪不仅穿着绣有国旗的制服，在成功下潜后更兴奋拉起国旗，希望告诉全世界，第一个探索挑战者深渊的亚裔挑战者正是来自台湾。而这项海探计划今年只邀请6人下潜，她是2名科学家之一，另一人则是美国首位进行太空漫步的女太空人苏丽文。He's a deep water acoustics expert, and we haven't had an expert in that discipline yet on the ship really do experiments. And he's also a native of Taiwan. 上个月下旬，林颖聪受邀参与这项火环探测计划。6月18号从关岛搭船出发，并搭乘潜艇，花了4小时潜入马里亚纳海沟，抵达深10.9公里的挑战者深渊底部。包含停留和上升的时间，让他在海中经历10小时的难忘时光。今年45岁的林颖聪，在台大取得水下声学博士学位后，2004年到乌兹后海洋科学研究所进行博士后研究。现在则为副研究员，是海洋及水下声学领域的专家。不过他现在又多了一个身份，就是亚洲唯一潜过地球最深处的人。It was incredible, every moment. 近前甚至写好遗嘱的林颖聪，亲眼看见挑战者深渊底部的震撼景象，直呼此生无憾，也希望和台湾人分享并共享这份荣耀。好，谢谢，谢谢，弟兄姐妹们。这3条新闻呢，我们看见了什么？我们看见人类不断在挑战极限，不断在突破纪录，对不对？这样的挑战，这样的突破，其实是人们对于这个大自然一个好奇。其实人类对这个世界是充满着好奇的，好，不断去探索，不断去挑战。那这些挑战容易吗？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对不对？我们下一页 ，sorry， 下一页，没事。这些地方几乎叫做死亡禁区，好像太空，这是没有空气、没有重力，而且辐射线很强烈的，没有像地球有些什么臭氧层可以保护，所以完全要靠着那个非常高科技的装备，好，非常厉害的这个太空装，你会发现现在太空装变得很轻薄，像以前很大件，然后整个人胖，非常的胖。然后呢，还有呢，下一个高山，8000米的高山是非常的低温，而且低氧到一个程度就是大概只有地面的1/3氧气含量，所以在那个地方如果你运动的话，走一步要喘3口气，好，所以它是非常非常辛苦的。那有些人就选择用带氧气去爬这么高的山，那有些人选择说我要无氧，就是不带氧气筒的，那真的是挑战人类的极限。下一个是深海深渊，谢谢。深渊我们知道这个水压非常高，好，水压非常高，而且很黑暗，一般的潜水艇只能潜到多深，也了不起1000公尺，好不好？那已经非常深了，而且水压非常的大，再下去可能整艘潜艇就会被压扁。所以他们是用非常高科技的这些设备，然后去挑战这些地区，他们是冒着非常大的生命危险。事实上，如果你去探究这些挑战的历史，已经很多人死在这个路上了，很多人牺牲了。像这个，他们说在爬这个圣母峰的时候，路边都是死人，路边说怎么不救？怎么把他救回来？根本自己自顾不暇，能够登顶就不得了。所以真的，他们在爬的人就讲说，路上都是死人，好，所以其实人类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永远不会停止。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我们研究的是这个天上的天。还有穹苍，还有挑战高山和深渊，这代表什么？代表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是非常的大、
非常的奇妙，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所知道的，比上帝的全知全能，只不过是沧海中的一小颗沙子，可以这样比喻吗？整个大海当中一小粒沙，我们所知道的，所以真的是很令人敬畏。但是人类虽然在这么大的宇宙当中是很渺小，可是人还是一种热情，想要继续研究，继续挑战。就像马斯克说的 ，Hello， 下一个，马斯克他说什么？他说在2年内，谢谢，他的星舰要发射，他的星舰要发射，然后20年内要移民火星，可不可能做得到？真的是有可能，对不对？我们发现最近的这个科技，好像 AI 出现之后就跳了一大步，所以这个是非常令人期待的事情。今天的圣经在诗篇36篇的5到6节，耶和华啊，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人民深处你都救护。我们从这一段经文看到大卫，这是大卫的诗。大卫的诗，他用这个诸天，用这个高山，用深渊来表达什么？来表达上帝的慈爱、信实、公义跟判断。信实、公义、判断，还有上帝的慈爱。那上帝的慈爱是什么？上帝的慈爱是什么？如果我们查考圣经，上帝的慈爱，从旧约，上帝的慈爱叫什么 ？Hesed， 这是希伯来文 Hesed。好，新约呢？新约这个爱呢，叫做 Agape。那 Agape 跟这个 Hesed 有什么一样？跟一般的爱有什么不一样？它是长久不变的，是忠诚的，是立约的。然后它是无条件的、无限的，是牺牲的，也是充满恩典的。所以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到底上帝的慈爱是怎么样的一个慈爱？上帝的慈爱是无限的爱。上帝的慈爱呢？上帝创造的空间，我们刚才看到这天上还有天，不管天有多高，还有多深。上帝的慈爱都在那里，所以上帝的爱不管这么长阔高深，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是超过人的理性能够理解的。好，所以上帝的慈爱也是永恒的，从过去、现在一直到永远。上帝的慈爱不会因为我们的不忠，或是因为我们的过失而停止爱我们。所以上帝的爱，上帝的慈爱是无限的爱。下一个，上帝的慈爱是无条件的爱。上帝的慈爱是无条件的爱，是出于他的恩典与怜悯。这跟人类的爱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人类的爱常常是带着有条件或是期待回报。我举个例子好了，就像爸爸妈妈带着儿童、带着小孩去逛街，然后经过玩具店，天哪，那个东西好喜欢哦，小朋友。一直看着，然后对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我好爱你们哦，我好爱你们哦，我要这个。”孩子很现实，对不对？如果爸爸妈妈有买，刚好有钱可以买，或是那就 OK， 孩子就快快乐乐回家。如果爸爸说这不在我们这个月的预算内哦，然后孩子可能就在那边怎样赖皮。甚至坐在地上哭，有看到这种孩子在地上哭啊，在怎么样，在情勒他的父母，我们看到孩子真的天真无邪吗？其实还有他那个现实的一面呐，所以这个是人的爱，人年轻人跟年轻人之间的爱，或是在交往，有时候也是有条件的，我们自己扪心自问。甚至是期待对方能够给我什么，期待我可以从他身上得到什么，那我才去爱他，所以这样的爱是带有条件的。
再来，上帝的慈爱是牺牲的爱，上帝的慈爱是牺牲的爱。透过耶稣的死亡和复活，上帝展示了他对世人的无比的爱与恩典。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从上个月的圣诞节，我们讲到好多耶稣诞生的信息。他来到世界上是为了爱我们，他来到世界上要拯救我们，但是最后他是用死亡，他用他的死来代替我们的罪，为我们上十字架，来赎回我们，买赎我们。所以这个是上帝的爱极致的表现。他承担我们的因为罪而应该承受的刑罚，为的是使我们能够跟上帝和好。上帝的慈爱是保护和供应的爱。上帝的慈爱是保护和供应。在诗篇36篇7节说：“上帝啊，你的慈爱何其的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印下。”在这里，这个大卫这个诗人，他用这个照顾这个幼鸟的母鸟来比喻上帝。哇，这个鸟，这个幼鸟要躲在这个母鸟翅膀的荫蔽下，得着保护，甚至得着喂养。所以上帝是我们可以寻求保护的对象，是可以寻求供应的对象，因为他爱我们。上帝的信实是他不变的品格，上帝的信实超越我们的理解，就像他的慈爱一样广大，充满天地。因为上帝他永远遵守他与我们所立的约，所以这个 Hesed 是立约的爱是不改变的。这个我们跟上帝立的这个约，不是我们去跟上帝，是上帝自己来找我们立约的，是他愿意守这个约的，所以上帝的爱是上帝的信实，就像太阳从东边升起落下，不改变，就是这么的信实。所以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挑战，我们都可以依靠上帝的信实和他的应许。所以超过我们的理解。上帝的公义和判断永远都存在。上帝的公义像高山一样稳固，上帝的判断像深渊一样深不可测。上帝的公义，什么是上帝的公义？ righteousness， 英文就是一句话叫做对的，对不对？我们在学英文的 right 就是对的啊。上帝我们自己认为的，他的对的，他的 right， 他的 righteousness 就像山一样稳固，然后他的判断就是他的审判像深渊一样深不可测。我们常常觉得说，上帝你怎么这样判断？你怎么判断这个人？怎么判断那个人？上帝的判断像深渊一样深不可测，不是按照我们的理智，不是按照我们的思想去做判断，是上帝的判断。无论人跟动物，他都照顾，都保护。所以，当大卫用天、穹苍、高山、深渊来形容上帝的属性的时候，我们就只有从这个大自然当中来认识上帝。阿们。所以，当我们越认识大自然，感到敬畏，你会认识这位创造的上帝啊！我是一个喜欢爬山的人，我是一个喜欢户外的人，所以我常常在大自然里面，在户外里面经历上帝。怎么说？其实我一开始的登山的经历是从大学的时候，同学邀请我说：“哎，我们去司马库斯。”大家有去过司马库斯吗？对不对？路很远，对不对？路超远的，然后好漂亮，世外桃源。他们怎么可以把这个社区一个部落经营得这么好？真的是叫上帝的部落。但是在30多年前我去的时候，哎呦，透露了我的年纪哈。那个叫做黑暗部落，没有公路，没有电，
真的是没有公路到达，30多年前是没有公路到达，民国85年才通的，我知道。没有电，好，所以是一个非常偏远、非常遥远的地方。那个时候，我们同学就说，我们去爬山，我们去司马库斯4天3夜，哇！一个大学新鲜人很兴奋啊，什么都想试，什么都想尝试哈，他就跟同学去了哈。去了之后，经过了这个大崩壁，大家有看到那个图里面大崩壁，那整个崩下去的时候，我们往上找不到路，往下找不到路，只有从中间切过去。怎么切？就是踩一步，把脚地上的土踏实了，才再下一步，那后面的人才能一步接着一步走过来。所以这样子的奇特的经历，让我深深的爱上。当时是说下次不要再来了，下次不要再来了。但是1个月之后说，我们什么时候再去啊？我们什么时候再去爬山？还真的过不久，我跟同学又揪说，我们这一次要反着走回去。之前是从宜兰走到新竹，这次要从新竹走到宜兰。好，新竹走到宜兰，然后呢，我们在山上扎营，在比较属于零线的地方扎营，然后去取水。地图上明明说下面那边有水，那我就一个人下去找了20分钟，找不到水源的时候，我想说我放弃了，然后我就回头，一回头，你知道我发现什么？好，一个人在森林里面，一回头会发现什么？大家猜猜看，熊对不对？不是，红衣小女孩，还好不是，吓死了。好，我发现了这个，路在哪里？找不到路。一回头就发现我刚才来的路怎么不见了？我真的惊吓了，说天哪，这样我难道要葬身在此？我的回去的路不见了哈。然后事实上我非常紧张，我也害怕迷路，害怕成为山难事件。但是我静下来，我回想我刚才经过的时候看到什么？我看到了。我静下来慢慢想，我才发现，我有看到一棵非常大的巨木倒在路边，我刚刚从那边经过，所以我就开始搜寻那一棵倒下来的树木在哪里，被我发现了，所以我才能够走回营地跟我的同学会合。所以现在想起来，那时候觉得还好啊，找到路就还好嘛，就回去了。可是现在想起来，越想越怕，要是我那时候没有回来，我怎么站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信息？所以那时候是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我现在才感觉到说，上帝的慈爱何等伟大，在我还没有认识他、相信他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他就拯救了我。嘉明湖也是最近很热门，就是疫情之后，大家就往山上跑，然后这个也是非常热门的地方，这个叫做天使的眼泪，布农族人叫做月亮的镜子。有人去过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去过？哇，这个真的是不得了！我去了6次，我等一下讲我第7次没去到。好，为什么？好，这个是它有一个，这个是嘉明湖嘛，哈，然后它旁边其实后面他们还有一个叫做嘉明湖的妹池妹妹，好，这是姐姐，还有另一个是妹妹。然后呢，那我前年吧，应该是前年，我就想走另外一条路上去嘉明湖，然后先去看这个妹池，好，经过这个叫做界貌石山2501嘛，哈，然后背着很重的背包，然后经过这一条河流，这条河流非常漂亮，叫做新五吕溪，好，是在台东。然后其实我就在这个溪的上面一点的台地这边扎营，一个人扎营。当然旁边还有其他的人哈。然后这个水大家一看啊，真的是非常的干净，有没有？非常的清澈，好，非常的环境非常好，能够在这边住一晚，真的是有够赞。诗篇36篇8节说：“他们必因你殿里的丰盛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那喜乐的泉水。”我那时候的心境就是这样子，带着自己煮着带来的食物，然后在森林当中，然后呢喝这个干净的河水，非常的清澈。我好满足，我好满足，完全能够体会这段经文的意境。事实上，大自然就是上帝所创造要赐给我们享用的，赐给我们享受这样美好的环境。所以这个是
可以在这里得到饱足是太棒，而且喝那个喜乐的泉水。好，然后呢，第二天开始再爬到一些非常优美的地方，让大家稍微欣赏一下。这个叫排球场营地，山上有排球场。没有，那就是一个地方，就长得像排球场。然后山上的这个树，它挂满了松萝，非常的美丽。然后这个地方人家取名叫足球场，还有呢，这个是高尔夫球场，有没有像果岭一样，非常的漂亮。所以在这样子的登山的历程，真的是非常的享受。虽然身体非常疲惫，但是也可以享受在这大自然当中。这就是嘉明湖的妹池，它是一个看天池，看天池就是有下雨就水就变多没有下雨水就少少的看天池好，然后我来到了第二天住宿的地方，这个猎寮营地，这是以前猎人打猎会在这边扎营的地方。那我一个人搭着这个帐篷，然后在旁边有活水的溪源活水溪源，那水非常的甘甜，非常的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帐篷搭好，就是躲在帐篷里面煮一碗泡面，享受在这个美好的情境当中。忽然开始下雨了，当然下雨这件事情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但是如果下不停，就会令人担心。而其实我在帐篷里面听到这个雨声滴滴答答、滴滴答越来越大的时候，圣灵就催促我要祷告。我也其实我也很想要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一个人在森林里面，在山里面，这个最靠近天的地方，最靠近上帝的地方，在那里敬拜神，在那里祷告。可是，一祷告不得了，圣灵来了，圣灵充满我，然后我开始哭泣，跟着鱼一样一直在哭泣。我是会担心说雨太大，然后会让河水涨起来，然后我就回不去，我会担心。但是圣灵让我想起来我的罪，让我想起来我对家人的亏欠，让我想起来对上帝的好像很认真，又好像不够认真的那一种态度，对上帝的态度。所以在那边祷告敬拜神，然后在那边唱诗歌，然后哭泣流泪，然后圣灵一直来光照我，一直来光照我。我非常享受在那一段经历上帝慈爱的过程当中，经历在大自然当中，经历我们与神的这样子的一个交汇，面对面，然后倾心吐意，然后祷告认罪等等，这一切的非常的美好，非常的美好。第二天天亮了，我们看到这个云真的是紫色的，云是紫色的，然后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照在山头上，那是金色的，你就知道，上帝啊，你真的太美好了，你真的太棒了，让我享受你殿里的这一切丰盛，一切的美好。那回程的路上，这次我就没有去嘉明湖了，就直接妹池之后我就回程了。回程的时候，在路上发生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兴奋，就是这一只，这是水鹿，在阳光当中，它就朝着我走过来，我也看着它走，没有人在害怕的，它也不怕我，我也不怕它，所以这样子的人跟自然生物的这种交汇，我们也许会常说他看到你就会害怕，就会跳走，对不对？他没有，他吃他的早餐，我走我的路，然后两个人这样交汇而过两个人，他跟我这样交汇而过，我感受到好像一个天堂般的那种境界，他做他的事，我做我的事，互不干扰，我们和平相处。这是一个圣经里面那个美好的这个和平国度的一个景象出现在我的眼前，所以我真的是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喜乐。诗篇36篇9到10节说，因为在那里有生命的泉源，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待你心里正直的人。我们心里没有诡诈，上帝真的是很爱我们，很爱我们。好，用他的公义待我们，然后有泉源，有光，得见光，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事情，多么美好的事情。但是人生不一定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对不对？也许我们的生命当中会遇到有些骄傲的人会践踏我，这些凶的人会赶逐我，但是在那里作恶的人已经扑倒，他们被推倒，不能再起来了，不能再起来了。神的保护会与我们同在，阿们，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不是说一定要去爬山，一定要去大自然才能够经历神的慈爱啦，这是我个人的经历。所以我们可以在生活中都可以经历这样的美好，我们在生活中都可以经历。常常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最后的一个经文，在诗篇103篇1到12节。如果我邀请你们一起念，可以吗？好，我们一起来读。来，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阿们，阿们。我要邀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经历上帝的慈爱，他的信实，他的公义，还有他的判断。上帝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我们在这一年当中要怎么去经历它？经历上帝的慈爱何其宝贵！我们要读圣经，要常常思想上帝的话语。我觉得我今天这2段的经文让我非常的感动。在念它，我就心里就充满了上帝的爱；只要读它，我心里就充满了安慰，充满了力量。阿们。在祷告中亲近主，经历神的同在，常常祷告，经历主的同在。好，也许不一定你有这样的习惯，但是只要你想到，你就祷告吧，你就祷告。在生活中体会主的供应、保护和医治，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思想：我现在拥有的，难道不是上帝给我的吗？我过马路，我去哪里，我做什么事情，其实都有上帝的保护，都有上帝的保护。还有在教会团契中，我们彼此来相爱，我们就能够真的经历到上帝的慈爱何等的美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也请敬拜团预备。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创造主，你是充满慈爱、信实、公义和判断的主。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大大的来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经历你。主啊，主啊，我们欢迎你，你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打开心，邀请你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做我们生命的救主，来掌管我们的一生。谢谢耶稣，谢谢主，我们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让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再一次用这首歌来赞美我们的神。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
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神灵帮助我，更经历你更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个头发，天赋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我要邀请大家来为自己来祷告。今天晚上你在听完讲道之后，我相信你们对今年都有很大的期许，很大的期望。我们要把这些梦想跟今年你将要经历到的恩典，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来祷告。我说主啊，今年我相信我一定会得着更多更多，不管是在信仰上面，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是的，主啊，你要让我们来经历更多更多的恩典。主啊，因为你是信实的，你是慈爱的，你要让我们在当中学习更多更多的我们该如何爱人，跟我们该如何去爱。让我们将这些都交托给主，让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现在是开讲，谢谢主上帝所赐给我们今年的谢谢你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无时无刻我们要来到人面前来祷告。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无时无刻要去读你的圣经。主，我们要更多的来经历你，第一时间来到主你的面前。是的，主啊，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在我们2025年当中，主啊，我们可以更多的来经历你的恩典，因为主啊，你是信实的，你是慈爱的。主啊，2025年我们要经历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主，我们知道你要陪伴我们度过这一个年。主啊，你要让2025年成为最好的一年。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回应神的恩典。大家请坐，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所用。一生为
谢赞美你，谢谢你总是看顾我们的需求及需要，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感受到你与我们同在。也谢谢上帝，让我们在今年开始有写灵修笔记的操练，让我们借由读经祷告中更多的亲近你，认识真理。在即将到来的年假中，也祈求你保守我们出游的平安，以及和家人间有更多的分享相处。最后，我们也献上我们的时间、才能、金钱，供你圣工所用。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哈利路亚！让我们继续来赞美我们的神，来拍手。每个呼吸都要宣告一生敬拜你，高举双手敬拜耶稣，天天都开心。有一感谢进入你们放下忧虑，有一赞美进入殿中，我们属于你。You are good， 一起来宣告。You are good， You are good， 主你真是好，主我要高举你生命。High to the sky， 谢谢你好爱我，敬拜你到永远。I wanna shout to the Lord， 让全世界知道，谢谢你好爱我，敬拜你到永远。举你生命。High to the sky， 谢谢你好爱我，敬拜你到永远。I wanna shout to the Lord， 让全世界知道，谢谢你好爱我，敬拜你到永远，敬拜你到永远，敬拜你到永远。哈利路亚！我们把掌声然后归给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主啊，我们相信今年是我们有生以来最好的一年。然后我们开始要去探索，要去计划，要去研究，要去完成这些事情的时候，主你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智慧和聪明，让我们看见你所赐的这些美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主，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充满，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阿们。请坐。容我再做一个淡江中学的报告，谢谢，不好意思。好，那今天我来的目的当然是要向大家来报告一下现在学校，这是我们长老教会自己的学校哈。那这学校目前学生总数有2000人，2500多人哈这些各个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那我们允杰也是我们的学生哦。好，那这样的一个学校，其实它是很有历史跟传统的，就是从马街到北台湾来宣教，到淡水1872年3月9号那一天，他踏上淡水之后所开始的一连串的传道、医疗跟教育事工之一。好，然后所以我们学校就会把3月9号这一天定为我们的校庆，这个定为校庆。那真的也是校庆，为什么？因为我们高中的设立不是一开始他就来设立高中，是到1914年的时候，那时候是日本时代嘛，然后那个总督府同意我们设中学，也是刚好在1914年的3月9号，所以太刚好，就3月9号就是我们的校庆。好，那这一张图我们看到很多在我们历史文献当中，马街牧师、马街博士带着他的学生，带着他的门徒来做宣教、做医疗的布道，甚至马街还做这个训练、做神学教育。好，所以这张图真的是充满了一种动力感，好，真的是非常棒的一张图。然后大家都知道他跟张聪明是台湾的女子，结婚，这是他的一个，然后这是他的全家福，他的家人。
好，那这是我们淡江中学的历史，我们稍微看一下就好了。那这个学校其实从牛津学堂啊，就是以前的理学院大书院开始的，那后来也是台湾最早的女性教育的一个先驱啊，淡水女学校。那这一间是八角塔，这是今年100年，这一栋建筑今年是100年哈，我们会有盛大的庆祝活动，所以充满在这个历史感这么厚重的校园里面，在那里学习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哈。好，有这样的历史传统，还有信仰的背景。其实我们就是校牧在对学生，为什么会有校牧？其他高中没有，但是我们有校牧，是因为我们看重信仰教育，所以我们每天，不能说每天呐，我们每一个同学每一个礼拜会有一次进入到礼拜堂来参加晨间礼拜。好，晨间礼拜，我们短短的15-20分钟的15分钟的信息，然后让同学认识圣经，因为90%几的学生跟老师都不是基督徒，好，所以这显得特别重要，是一个宣教的合场。好，那我们也有邀请教会，好到学校去办布道会，那也期待我们迦南教会有机会可以组成团队，好到学校来向我们的学生老师布道。好，我们欢迎，我们每学期都有一次哈，然后我们还有这个马街的墓园啊，在学校里面。好，在学校，在那个大楼前面，学生每天看着马街，在那边读书哦。好，也欢迎教会到学校去参访啦。好多教会啊，有到学校来参访，然后我们也会导览哈，也会导览。那这个是周杰伦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了哈的场景哈。然后所以现在是超多韩国人、超多香港人、超多日本人都是想进来学校来看这些周杰伦。他的母校长得什么样子？那如果你们来，我再把这些秘密告诉你们哈。好，那招生的讯息哈，我们也可以有需要可以直接联络我们校牧室哈。好，我们的家长、我们的同学生国中读完想升高中的时候，也可以来考虑这个学校，然后很多的补助还有奖学金哈。只要你肯来，你敢来哈，不怕没钱，不怕没有钱。那我们今天收的奉献，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不是拿去学校办学，而是我们其实有一些孩子，虽然我们是私立学校，但是有些孩子其实遭遇家庭的变故或是经济上有困难，我们是用这些钱来帮助这些孩子。这1-2年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好，所以感谢主，好，谢谢让我有机会来向大家来请安报告，再一次谢谢迦南教会，谢谢。OK， 我们掌声拍手，谢谢我们的李明哲传道师，也感谢他今天的分享，我们再次拍手，谢谢他。对，今天的讲题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神啊，你的慈爱何其……没有人讲，取宝何其什么？宝贵。对，所以要记得讲题哦，然后也记得要知道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好，那接下来就是要开始我们今天的报告。然后我是青衣的区长，我是敏媛。对，那大家看过去好像没有什么新朋友。对，那我们就互道平安，互道跟你旁边人说，我们下礼拜还要再看到你哦。好。OK， 那接下来呢，先报告本会的消息是60周年的宗教改革之旅。那第一梯的早鸟优惠呢，延期到了1月22号礼拜3。那行程说明呢，就是在1楼，所以其实你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去看哦。然后要记得早点报名，就早点有这个优惠，所以要1月22号以前哦。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宗教改革的简史线上课程，总共有4次，一个是1月20号跟2月3号，还有2月17跟3月3号，那就是每周一的8点，然后线上，这是线上的课程哦，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可以去线上参加。好，在本会的还有第3则消息是教会的有是各位的就是每一个人呢都会有春联啦，每户有1份，这样每户有1份哦。那请于礼拜后呢，你想拿的，请在教会的1楼去领取，对，然后到1月26号以前要领哦，然后也是只领完为止，所以呢，就是如果你想去拿的，就要赶快去1楼领取哦。好，那
本会第4个消息呢，就是第一个是1月29号的星期三是新春称献礼拜，在9点半在49号的礼拜堂举行。然后第二点呢是礼拜后我有邀请我们的立皇兄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呢拍摄家庭照片，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可以在1楼登记哦，以利他后面的作业这样子。也欢迎各位弟兄姐妹呢，可以在这个1月29号的礼拜3的新春礼拜一起做礼拜来敬拜神。然后再来就是这春节期间的1月26号跟2月2号的爱餐是暂停2次的哦。好，那最后呢，2025年有定期会员合会在2月9号的9点半召开。那会员名册呢已经公布在公布栏了。那如果有异动者呢，请2月2号要向小会书记是我们的敏哲长老要提出哦。那当天呢，如果你没办法参加的，记得在2月6号的礼拜六向书记或书面或者是书面向你的小组长或者是小会书记提出。对，记得在2月8号以前。对。好，那再来就是敬拜部门的报告。敬拜部门呢，就是60周年的纪念主题曲。那创作甄选的活动已经开始了，那即日起呢到4月30号以前。所以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请在1楼的公布栏，然后请详细去看他们的办法，然后赶快去报名哦。对，再来就是4分部门的报告，这是健康关怀组在本组日的10点半到11点半在教。好，再来就是牧养部门的部分。那青年礼拜呢，1月25号的礼拜六是礼拜暂停1次的，所以是下礼拜是暂停的哦。那请青年们，如果你有兴趣的，在6点我们一起来围炉吃火锅，那是采登记制的，那每人收取100块。那你想来的，就跟青1跟青2的区小组长报名哦。对，最后呢是互助社的一个消息，就是本主日的1点，在2楼礼拜堂举行114年的社员大会，请社员呢踊跃参加。再来就是有提供德国的宗教之旅的无息贷款专案，那如果把握机会，可以去向社办公处呢，可以知道这个消息，然后知道这是他们办理的办法。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小组啦。那青1呢，就是嘉信小组在新堂的左边；那青2呢是歪力小组在我们的新堂的吧台区。那我们就一起来小组吧。没了。